讲到即马学校休落的时间长，有不少家长拢会甲囡仔送去营队，望讲会当加减学一寡物件，莫规工拢枯点处理。这台北市的双联教会，伫咧每一年休落期间，拢会举办台语囡仔营，到今嘛已经办超过10档啊！真侪囡仔休落期间拢会来到遮，欢喜来讲台语、写台文。囡仔真活泼，对音乐在唱台语囡仔歌。休乐期间，真侪家长会互囡仔参加夏令营，亲像这个伫双联教会举办的台语囡仔营，就通唱台语歌、读台语文、写台文字。咱甲低年级的囡仔，我就教伊唱囡仔歌。高年级的囡仔，咱就开始就是亲像咱全国语文竞赛种朗读。对老师念甲台语的集声念好清楚。双联教会已经举办超过10档的台语囡仔营。调集即摆营队的陈金泉老师讲，有发现这几年学台语的人愈来愈多，希望透过营队，互囡仔踮厝也讲台语。望这囡仔转来时吼，我拢甲这家长讲，因转来时，恁都爱含伊讲台语，恁就是阿公阿嬷就是恁伫厝里的台语老师，这真要紧。恁若无传入去时，因转来时，阿公阿嬷嘛是一种含伊用华语讲。陈金泉老师认为，除了学台语，现阶段推广台语同款重要的，是爱培养使用台语的语言意识。伫咧日常生活当中，甲台语讲好自然，讲好水，这个语言就通继续传落去。记者郭文林、玉凯台北报道。